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咁我係 History 嘅導師 Johnny Sir 啦。如果同學你想短期之外嘅成績突飛猛進嘅話咧，咁呢條片記得睇到最後啦。咁我哋上年2024年總共產生咗19個5星星、59個5星同埋超過150個5加嘅同學。單5星星同學咧就已經佔全港接近1/3嘅數目。咁其實好多同學咧，距離補習之前咧，佢嘅底子都唔係真係好好。咁有啲同學甚至乎係 Level 2、3咧，最後補習之後咧都可以順利上到5星至5星星嘅水平。所以如果你呢一刻咧讀到好冇方向啦，或者唔知點樣突破樽頸咧，咁我哋嘅 Regular Course 就絕對可以幫到你啦。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我哋有絕佳嘅課程設計，我哋嘅 Regular Course 係會有30分鐘嘅操卷，再加2小時嘅授課，咁所以係一個答題技巧、寫論據、操卷3合1嘅一個 all-in-one 嘅課程嚟嘅。咁同埋除咗上堂之後啦，我哋每堂都有海量嘅 past paper 或者我哋自己額外嘅練習俾同學做功課啦。咁同埋我哋亦都係有無限嘅改卷服務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每個月都額外會有一個 mini mock 嘅操卷 session 啦。咁會提供一啲額外時段俾同學上嚟一齊操卷。咁到時係會有過百個同學同場競技，提供翻個最真實嘅考試體驗俾大家，亦都係確保大家係平時將上堂學嘅知識應用翻出嚟。所以如果你想成績短期內突飛猛進，咁啊記得唔好錯過我哋嘅 Regular Course，即刻報名，我哋堂上見。